而家好多50歲以上嘅人，一講到養骨，第一時間就會拎隻雞蛋出嚟。朝早一隻孵蛋，夜晚蒸水蛋，覺得蛋白質夠，副骨自然會硬淨。夜晚小腿一抽筋，又以為自己食蛋食得唔夠，第二朝即刻加多一隻。但我今日要講一句，可能唔係人人鍾意聽嘅說話，雞蛋冇錯，錯在你將一樣有營養嘅食物當成養骨嘅全部。如果單靠雞蛋就可以養好筋骨，點解有啲人日日食蛋，行2層樓梯仍然腳軟？點解有人朝朝2隻蛋，半夜對腳照樣抽到醒？點解食足幾年驗身時仍然被提醒要留意骨質？你諗下，起一間屋係咪買咗幾條鋼筋就夠？水泥呢？磚頭呢？地基呢？負責運送材料嘅工人又喺邊？雞蛋入面嘅蛋白質就好似建屋需要嘅其中一種材料，確實重要，但唔代表有咗佢，其餘全部都可以唔理。所以50歲後想養骨，雞蛋可以繼續食，但唔好只係食雞蛋。日常餐桌上仲要輪流加入3類食物，第一類係高鈣奶類或者加鈣飲品，第二類係連細骨一齊食嘅魚，第三類係含鈣較豐富嘅豆腐，配合深綠色蔬菜。留意，我講嘅係3類食物，唔係3樣包醫百病嘅神物。食咗唔代表第2晚一定唔抽筋，更加唔代表人人都要食同一份量。養骨從來唔係鬥食得多，而係睇你食得齊唔齊，吸收得到幾多，同埋身體有冇真正用到。雞蛋主要俾到我哋優質蛋白質，蛋黃亦有一啲維他命同脂肪。但講到鈣質，雞蛋並唔算主要來源物。你每日食一隻蛋，對維持肌肉同整體營養有幫助，但唔可以因此認定自己已經補夠鈣。呢個就係好多人第一個盲點，將有營養誤當成所有營養都有。蘋果有營養唔代表食蘋果就唔使食菜，魚有營養唔代表餐餐食魚就唔使食飯。同樣道理，雞蛋好，但雞蛋唔係一支獨腳戲。50歲之後，骨質會受年齡、荷爾蒙變化、飲食活動量、日照、體重、長期病同藥物等多方面影響。只係將希望放喺一隻蛋上面，未免太睇小人體呢套複雜系統。先講高鈣奶類，唔少人一聽到奶就即刻皺眉，我咁大年紀仲飲奶？其實牛奶、低糖奶酪、芝士等奶類係日常比較方便嘅鈣質來源。對於食得落、飲完冇明顯不適嘅人，適量加入早餐或者茶點，會比單靠雞蛋完整得多。例如朝早唔一定只係一隻蛋配白粥，可以加一杯奶；下午肚餓唔一定食餅乾，可以揀一小杯低糖奶酪。咁樣做唔係為咗追求某一餐食到幾飽，而係將鈣質分散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慢慢建立穩定習慣。但有人會話，我一飲奶就肚脹，甚至肚瀉，點算？咁就唔好勉強，可以試下較少份量、低乳糖產品，或者揀有加鈣嘅無糖豆奶。不過買豆奶有一個細節要睇清楚，唔係所有豆奶都有額外加鈣，有啲只係普通豆漿。買之前最好望一望營養標籤，睇清楚鈣含量同糖分，唔好見到個包裝有粒豆就當佢一定可以代替奶。亦有人鍾意飲甜味奶酪飲品，以為酸酸甜甜就等於健康。其實有啲產品糖分唔低，飲得太多未必係理想選擇。養骨唔係叫你由一個極端走去另一個極端，唔係以前完全唔飲，而家就一日飲幾大樽，份量適中，長期做到先至有意思。以前嘅人未必日日飲奶，但佢哋行得多，曬太陽多，生活方式同今日坐得多，長時間留喺冷氣房，完全唔同。所以唔好淨係抄古人食乜，仲要睇埋佢哋點樣生活。有一位50幾歲女士，朝早固定食2隻蛋，星期日又煲骨頭湯，
卻好少飲奶、食豆腐同連骨魚，出街亦多數搭車。後來佢對腳冇力，夜晚偶爾抽筋，仲以為雞蛋食得未夠。問題未必係需要更多雞蛋，而係飲食太單一，活動量又太少，方向錯咗，愈努力只會愈原地踏步。至於骨頭湯，亦係好多家庭嘅養骨信仰。老人家覺得以形補形，煲到湯色奶白，就認為入面全部都係骨嘅精華。但湯變白唔等於鈣質多到可以取代日常高鈣食物。湯可以係一種家常味道，但唔好將佢當成主要補鈣方法。更加要小心，有啲湯煲得濃，落鹽多，又有唔少肥膏。高血壓、血脂需要控制，或者有其他長期病嘅人，飲湯都要講分量，唔可以為咗養骨反而忽略其他身體需要。傳統中醫講筋骨，經常會提到肝腎氣血同脾胃。用老人家容易明嘅說法，骨骼似屋企嘅梁柱，肌肉筋腱就似拉住梁柱嘅繩索，脾胃好似廚房個爐頭，食物入到肚，仲要靠消化吸收，先有機會變成身體用得着嘅材料。但呢種傳統觀念只可以幫我哋理解，點解唔係食得多就一定有用，唔可以代替現代檢查。尤其係停經後女士，曾經輕微跌倒就骨折，身高明顯變矮，長期腰背痛或者有家族骨質疏鬆史，就唔好只係靠食療估下。有需要時應該同醫生商量係咪要做進一步評估。而抽筋亦一樣，夜晚對腳抽一抽唔一定全部都係缺鈣。天氣熱，出汗多，飲水不足，行得太多，肌肉太攰，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，甚至部分藥物同身體狀況都可能同抽筋有關。所以一見抽筋就猛食鈣片，並唔係最穩妥嘅做法。尤其本身有腎病、腎石，長期服藥或者已經食緊其他營養補充劑嘅人，更加唔好自己將分量愈加愈高。你要先記住一個原則，食物可以幫你打好底，但食物唔係用嚟掩蓋身體警號。如果只係偶爾抽筋，可能同當日活動、飲水、姿勢有關。如果成日抽，愈嚟愈密，每次持續好耐，或者同時有麻痹腫脹，明顯無力，就唔好再靠一碗湯、一隻蛋去估原因。頭先講嘅高鈣奶類，只係3類食物入面嘅第一類。雞蛋亦唔需要丟走，只需要放返喺正確位置。佢係均衡飲食嘅一員，唔係統領全軍嘅大將。第二類食物就係連細骨一齊食嘅魚。點解唔係籠統講多食魚，而係特別強調連骨食？因為普通魚柳主要提供蛋白質同其他營養，但如果骨已經完全拆走鈣質來源，自然同連軟骨、細骨一齊食嘅魚唔一樣。例如沙甸魚、部分罐頭三文魚，細骨經過處理後變得柔軟，可以連同魚肉一齊食，先係呢一類食物嘅重點。有人一聽到食魚骨就驚，話咁咪好容易共親。我講嘅唔係叫你將硬魚骨咬碎吞落肚，更加唔係叫牙力唔好、吞咽有困難嘅老人家冒險。我講嘅係經過灌藏或者適當烹調，已經軟化到可以安全食用嘅細骨。進食之前仍然要睇清楚，慢慢咀嚼。本身吞咽能力差或者曾經容易拱親，就應該揀其他鈣質來源，唔好勉強。食法亦唔需要太複雜。沙甸魚可以配西紅柿、洋蔥或者菜做餸。罐頭三文魚可以加入豆腐、菜或者粥飯。但買罐頭時要留意鈉含量同醬汁、豉油汁、鹽水、濃味茄汁。食落野味，鹽分亦可能較高。高血壓、腎病、水腫或者醫生已經叫你限制鈉質嘅人，就唔好以為有鈣便可以忽略其他問題。可以揀較低鈉產品，食之前按需要力走部分醬汁，但具體點食始終要配合自己嘅病情同專業建議。
呢度正好講出一個養生最容易犯嘅毛病，我哋成日將一種食物分成好或者壞，但身體從來唔係咁簡單。沙甸魚有鈣，唔代表餐餐食罐頭；雞蛋有蛋白質，唔代表食得愈多愈好；菜有纖維，唔代表只食菜就叫均衡。真正識得養生嘅人，唔係識背幾個食物名，而係知道自己需要乜，份量去到邊度，同埋有咩限制。第三類就係含鈣較豐富嘅豆腐，配合深綠色蔬菜。豆腐係好多香港家庭都熟悉嘅餸，蒸豆腐、魚片、豆腐湯、肉碎豆腐、白菜混豆腐，價錢相對平實，口感又軟，牙力差少少嘅老人家都比較容易食。但點解唔可以直接話所有豆腐都高鈣？因為豆腐嘅鈣含量會受製作方法同凝固劑影響，部分以鈣鹽凝固嘅豆腐可以提供較多鈣質，其他種類就未必一樣。單憑顏色、軟硬或者傳統手造幾個字，未必判斷得到。較實際嘅方法係睇營養標籤。有啲人聽到呢度，又會由一個極端走去另一個極端。咁我以後餐餐食豆腐唔食肉啦，又錯。豆腐可以係蛋白質同鈣質來源之一，但養骨唔係叫你餐餐食同一樣嘢。今日食豆腐，聽日可以食魚，早餐可以有蛋，茶點可以有低糖奶酪或者加鈣無糖豆奶。將唔同食物輪流放入餐單，先容易食得長久，亦減少營養過分單一。豆腐配深綠色菜，唔係因為兩樣一齊落鑊就會產生神奇功效，而係令一餐入面有更多元化嘅營養。芥蘭、西蘭花、白菜等部分蔬菜可以提供一定鈣質同其他營養，但唔同蔬菜嘅鈣含量同吸收情況會有差異，唔應該將所有綠色菜當成完全一樣。至於有人話菠菜咁綠，係咪食菠菜補鈣最好？食菠菜當然可以係均衡飲食一部分，但唔好單憑顏色深就認定佢一定係最理想鈣源。養骨最怕就係靠一個排行榜過日子，今日聽到某樣第一名就連續食幾個星期，聽日又話另一樣最強，立即全部換走。身體中意嘅唔係你每日追新消息，而係穩定有變化、長期做得到嘅飲食。講到呢度，雞蛋應該放喺咩位置？答案已經好清楚。雞蛋唔需要戒，亦唔應該被貶到一文不值。佢仍然係方便嘅蛋白質來源，可以放喺早餐或者正餐入面。但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將我每日有食蛋當成我已經養緊骨嘅證明。一隻蛋只係一張拼圖。奶類或者加鈣飲品、連骨魚、合適嘅豆腐同蔬菜，其他蛋白質來源，再加日常活動，拼埋一齊先比較完整。而且養骨最終唔只係保住骨頭，好多老人家真正失去行動力，往往唔係淨係一條骨嘅問題，而係肌肉越嚟越弱，平衡變差，反應慢咗，跌一跌之後先發現骨骼承受唔住。你副骨可以比作竹枝。肌肉就似外面綁住竹枝嘅繩，條繩有力，成個結構會穩定啲。條繩鬆晒，就算你不停搬磚頭返屋企，都未必解決行路腳軟同容易跌倒嘅問題。所以有人問：我已經食足呢3類食物，係咪一定唔會再抽筋？一定要老老實實答，唔可以咁保證。抽筋係肌肉突然收緊，引起疼痛，同一時間難以放鬆。部分腿部抽筋未必揾到單一原因，年齡、肌肉使用過度、飲水不足、部分藥物或者某啲身體情況都可能需要考慮。我講2種情況俾你聽。第一種人，朝早去行山，天氣熱，出咗好多汗，返屋企之後飲水唔多，又冇做任何放鬆伸展。夜晚瞓覺時，小腿突然抽實，佢第2日留意飲水，減低過度活動，行完之後慢慢拉鬆小腿，情況未必再頻繁出現。第2種人冇做特別劇烈活動，但連續幾星期慢慢抽筋，
仲開始覺得腳趾麻痹，行路冇力。佢如果仍然只係飲奶、食豆腐，話自己再補多啲鈣就得，咁就可能錯過咗身體真正想提醒佢嘅問題。同樣叫抽筋，背後可以完全唔同。仲有啲人食緊利尿藥或者其他長期藥物，聽街坊講抽筋係缺鈣，就自行買幾樽補充劑，連醫生都冇講一聲。呢種做法唔穩妥，因為營養補充劑唔係普通糖果，亦可能同部分藥物互相影響。年紀大、長期病多、同時食幾種藥嘅人，開始任何新補充劑之前，都應該先同醫生或者藥劑師核對。亦唔好因為網上話維他命 D 幫助鈣質，就自己大劑量長期食。維他命 D 確實同骨骼健康有關，但究竟需唔需要補幾多，要睇飲食、日照、身體情況同專業評估。已知自己維他命 D 偏低，或者有骨質問題，應該同醫生商量，而唔係照抄其他人嘅份量。好多養生文章最中意話抽筋就係身體缺少某一樣嘢。呢句說話聽落好吸引，因為答案簡單，買一樽嘢食一樣餸，好似立即有方向。但身體唔係一條算術題，抽筋亦唔係永遠只有一個答案。有時係當日行得太多，有時係坐得太耐，肌肉僵硬，有時係出汗後補水不足，有時可能同藥物或者其他健康狀況有關，亦有啲人暫時揾唔到明確原因。所以真正穩陣嘅做法係睇抽筋出現嘅時間、頻率、持續幾耐，有冇伴隨其他症狀，而唔係淨係問我要食多幾粒鈣片。偶爾一次，短時間內慢慢鬆返，又冇其他不適，可以先留意近期活動、飲水同肌肉狀態。但如果成日發作，已經影響瞓覺，每次持續好耐，或者同時有麻痹、腫脹、明顯乏力，就應該睇醫生，揾清楚背後原因。更加要留意，如果單邊小腿突然明顯紅腫、熱痛，或者同時出現胸口痛、呼吸困難，就唔好自己喺屋企慢慢補鈣、按摩或者等佢自然好，應該盡快求醫。50歲後養骨唔係雞蛋同另外3類食物之間二揀一，而係將鈣質、維他命 D、蛋白質、肌肉力量同平衡能力放返入同一幅圖。食物負責打底，但食物唔能夠代替活動。活動可以鍛鍊肌肉，但亦唔代表飲食可以隨便。抽筋可能只係短暫肌肉反應，亦可能係需要檢查嘅信號。知道食乜只係一半，真正可以守住筋骨嘅人，唔係屋企放滿補品，而係每日知道點樣食、點樣喐、點樣休息，同埋幾時唔應該再靠自己估。先講3類食物點樣放入日常餐單。好多人一聽到高鈣奶類、連骨如豆腐同深綠色菜，就以為要1日之內全部食齊。朝早飲2杯奶，中午食1罐沙甸魚，夜晚再蒸一大碟豆腐，仲加2粒鈣片，覺得愈多愈快見效。咁樣唔叫養骨，叫做追數。身體唔係欠咗你一筆鈣債，要你一餐過還清。營養係日積月累，最重要係穩定同均衡。你可以將3類食物分散喺1星期入面，輪流配搭，唔需要每餐都食晒。例如朝早食1隻蛋，配1杯奶或者加鈣無糖豆奶。中午食魚同菜，夜晚可以用豆腐配瘦肉或者菇菜。另一日早餐食奶酪，午餐食雞肉，晚餐先食連骨沙甸魚。咁樣既唔容易食厭，亦唔會將所有希望壓喺同一種食物上面。第一個方法就係將每日食蛋改成每餐有適量蛋白質。點解係每餐而唔係朝早一次過食晒？因為有啲人朝早2隻蛋，覺得今日蛋白質任務已經完成，之後午餐淨係食白粥配鹹菜，晚餐又食幾啖飯同菜，結果全日營養仍然唔平均，肌肉亦未必得到足夠支援。50歲後骨骼要穩，
肌肉一定唔可以太弱，骨似屋企嘅柱，肌肉就似扶住柱嘅牆同支架。當肌肉逐年流失，起身行路上落樓梯都會變得吃力，平衡亦容易差，到真係跌一跌，就算你平日有飲奶，副骨都要承受嗰一下撞擊。所以蛋、魚、豆製品、奶類、瘦肉等可以輪流出現，唔需要每餐食到好大份，但唔好有一餐長期完全冇像樣嘅蛋白質。當然，腎功能有問題，需要限制蛋白質，或者醫生已經俾咗特別飲食指示嘅人，唔好照搬一般餐單。養生最忌一件，人哋有效就當自己一定適合。你嘅驗身報告、長期病同藥物先係你要跟嘅底線。第二個方法就係將高鈣食物輪流食，而唔係盲目靠鈣片。有啲人會問，我唔飲奶係咪一定養唔到骨？唔係，奶類只係其中一個方便選擇。飲完唔舒服，可以考慮低乳糖產品，有加鈣嘅無糖豆奶，含鈣較豐富嘅豆腐，或者適合自己嘅連骨魚。真正重點係你有冇其他來源，而唔係逼自己食一樣身體唔接受嘅嘢。但選擇替代品時，要記住睇標籤，豆奶係咪有加鈣，糖分高唔高，罐頭魚鈉質會唔會太高，豆腐係咪適合你嘅飲食限制。唔好見到包裝印住健康、天然、高蛋白，就當所有需要一次過滿足。至於鈣片，唔係人人都唔可以食，但亦唔係人人1到50歲就一定要自行買。食物攝取不足，經確診骨質問題，或者醫生評估後認為有需要，先按專業建議處理。補充劑最怕重複。有人飲加鈣奶粉，又食綜合維他命，再加鈣片，仲有其他保健品，自己都唔清楚每日總共食咗幾多。尤其有腎病、腎石、甲狀旁腺問題或者長期服藥嘅人，更加唔可以亂加。第三個方法比食物更容易被忽略，就係每星期安排適合自己能力嘅負重、肌力同平衡活動。一講運動，唔少長者就話：我每日有落街飲茶，已經行咗好多。肯行路當然係好事，但如果每日只係慢慢行幾分鐘，返到屋企長時間坐低，未必足以照顧所有肌肉。養筋骨除咗步行，仲要有啲動作提醒大腿、臀部、小腿同軀幹繼續出力。最簡單，可以由座椅起身開始，揀一張穩固唔會滑動嘅椅，雙腳踏穩地下，慢慢由坐低企起身，再慢慢坐低，唔好一下彈起，亦唔好急住追次數。開始時可以做幾次，視乎自己能力慢慢增加。亦可以扶住穩固台面，練習提起腳踭，慢慢升起，再慢慢放低。呢個動作可以鍛鍊小腿，對行路同平衡有幫助。平衡較好嘅人，可以喺有人照看或者有穩固扶手嘅情況下，練習一隻腳稍為離地幾秒。但如果本身成日頭暈，容易跌倒，曾經骨折，或者醫生已經講過有嚴重骨質疏鬆，就唔好自己模仿高難度動作，應先問醫生或者物理治療相關專業人士。記住，運動唔係做得愈辛苦愈有效。50歲後真正有用嘅運動係安全規律，做完第二日仍然可以正常活動。今日突然做100下深蹲，聽日膝頭痛到落唔到床，唔叫養骨，叫用力過頭。有痛楚時亦要識分辨。肌肉活動後有少少攰，同關節出現尖銳痛、持續痛、腫脹或者活動明顯受限係兩回事。遇到後者就應該停低，唔好靠意志死頂。第四個方法係照顧抽筋最常被忽略嘅兩件事：飲水同伸展。有啲老人家怕夜晚去廁所，晏晝之後幾乎唔飲水。又有啲人朝早晨運，出汗之後只飲2啖茶，覺得飲咗就算到夜晚小腿抽實，就立即認定係缺鈣。
但如果你成日飲水不足或者活動後肌肉冇放鬆，單靠食物未必處理到。飲水唔係叫你臨瞓前一次過灌幾大杯，可以由朝早到傍晚分散飲，按天氣、活動量同身體狀況調整。患有心臟、腎臟問題，醫生要求限制水分嘅人必須跟翻醫囑，唔好照抄一般建議。伸展亦唔使做到好誇張，你可以面向牆，雙手扶牆，一隻腳向後踏，腳踭盡量貼地，前腳微曲，身體慢慢向前，感覺後面小腿輕輕拉開，保持一陣，再換另一邊。全程應該係溫和拉扯感，唔係劇痛。睡前可以做，行路或者運動後亦可以做。如果抽筋正在發作，可以慢慢將腳掌向自己方向拉，或者輕柔按摩抽緊嘅肌肉，唔好突然大力扭腳，更加唔好因為痛就亂踩落地，免得失平衡跌倒。不過要再提醒一次，伸展只係一般處理方法，唔代表所有抽筋都可以靠拉筋解決。第5個方法就係做一份簡單嘅抽筋記錄，唔需要寫到好似醫院報告，只要記低幾樣幾點開始抽，抽邊個位置，持續大約幾耐，當日行咗幾多路，有冇出汗，飲水多唔多，最近有冇轉藥或者加保健品，同埋有冇同時出現麻痹、腫脹或者無力。點解要記？因為人嘅記憶好容易受感覺影響，你可能覺得自己成日抽筋，但記低之後發現只係每次行山嗰晚出現，亦可能你一直以為係偶爾一次，寫低先發現一星期已經發作4、5晚。有記錄，覆診時醫生會較容易了解情況，你自己亦可以睇到有冇明顯規律。但有幾種情況就唔好再慢慢記錄，等下次先算。如果抽筋頻密到影響睡眠，每次持續好耐，或者愈來愈嚴重，就應該求醫。如果除咗抽筋，仲有腳麻、肌肉明顯無力、行路不穩、腰背痛、腿部腫脹，就唔好只當普通缺鈣。如果單邊小腿突然紅腫熱痛，尤其近期長時間坐車、坐飛機、手術後或者活動量大減，更加唔應該自己用力按摩。如果同時有胸痛、心跳異常、呼吸困難、暈眩，就要盡快求醫。而講到骨骼，有幾個信號亦值得留意。以前企得直，而家明顯寒背，身高比後生時矮咗好多，持續腰背痛，輕輕跌一跌就骨折，又或者家族入面多人有骨質疏鬆，呢啲都唔應該只靠食療。尤其停經後女士同年紀較大嘅男士，有需要就同醫生商量骨骼評估。食療只係打底，檢查先可以話俾你知實際情況。傳統養生有一句意思，大概係人到中年之後要懂得收藏同保養。所謂收藏唔係成日留喺屋企唔喐，亦唔係日日食補品，而係唔再透支自己。後生時捱一晚夜，第二日仲可以頂住返工。50歲之後連續幾晚瞓得差，肌肉恢復，精神同平衡都可能受影響。後生時搬重物扭一扭，幾日可能冇事，年紀大咗仍然逞強，後果就未必一樣。所以養骨仲有一樣食物代替唔到嘅嘢，就係睡眠。瞓覺唔係浪費時間，而係身體夜晚整理同修補嘅時段。長期瞓得差，人會攰，反應會慢，日間活動量亦容易下降。起夜時如果個人迷迷糊糊，屋企燈光又暗，亦會增加跌倒風險。有夜尿嘅老人家，床邊通道要保持清楚，唔好擺雜物。拖鞋要穩陣，唔好鞋底太滑。夜晚可以有柔和照明。養骨唔只係增加骨頭材料，仲要減少令骨頭受傷嘅機會。浴室地面、門檻、鬆動地氈、走廊電線，全部都係晚年筋骨安全嘅一部分。你日日飲奶，但屋企地上一條電線冇收好，一手低，前面做嘅功夫可能一次過受到打擊，
真正答案已經唔再係3樣食物咁簡單。高鈣奶類或者加鈣飲品係方便嘅鈣質來源，連細骨食用嘅魚，重點在於食埋已經軟化、適合入口嘅細骨。合適嘅豆腐配深綠色蔬菜，可以令餐單更多元化。雞蛋仍然可以食，佢提供蛋白質，但唔係主要高鈣食物，更加唔可以單獨包辦羊骨。真正令筋骨長期穩定嘅係食物、肌肉力量、平衡能力、適量活動、飲水、伸展、睡眠同安全環境一齊合作。至於抽筋，亦唔可以簡單等同缺鈣。偶爾一次可能只係肌肉攰、活動過量或者飲水不足，反覆出現或者伴隨其他異常，就應該查明原因。所以今日你真正要放低嘅唔係手上嗰隻雞蛋，而係靠一樣嘢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呢種心態。50歲之後，身體最需要嘅唔係猛，而係穩。飲食穩，唔追神奇食物；活動穩，唔突然逞強；作息穩，唔長期透支；心境穩，唔因為一次抽筋就自己嚇自己，亦唔因為症狀常見就完全唔理。人到晚年保住筋骨，唔係為咗證明自己仲有幾後生，而係為咗保住生活嘅選擇。朝早可以自己落街買餸，得閒可以約老朋友飲茶，想探仔女可以自己行出門口，屋企有事仲有能力照顧自己。呢啲睇落好平常，其實先係最實在嘅福氣。一個人真正嘅老，未必由白頭髮開始，而係由佢慢慢唔敢行、唔想喐，做乜都要等人扶嗰一日開始。相反，就算年過70，只要雙腳有力、行路穩，心入面仍然有主意，人生一樣可以過得有尊嚴。所以養骨唔係一場3日2日嘅比賽，而係每日餐桌上一個選擇，每次起身行幾步，每晚瞓覺前一段溫和伸展，同埋每一次尊重身體警號嘅累積。由今日開始，雞蛋照食，但記得加返其他鈣質來源。食物照揀，但記得喐動肌肉。偶爾抽筋可以先留意，反覆異常就要求醫。唔好追求一夜之間筋骨強壯，你只需要每日守住一小步，日子耐咗，呢一小步就會變成晚年行得穩、企得直、活得自在嘅底氣。你平時最常食嘅係雞蛋、牛奶、豆腐，定係連骨魚？夜晚又有冇試過小腿抽筋？可以將自己嘅情況留言分享，但記得每個人病史同身體狀況都唔一樣，留言經驗只可以作參考。有持續不適，仍然要正式求醫。亦可以將呢番說話轉發俾屋企人，唔係叫佢哋立即買補品，而係提醒佢哋養骨唔靠一樣食物，抽筋亦唔可以只靠自己估。願大家都可以守住筋骨，守住行動力，晚年每一步都行得安穩有力有尊嚴。留言寫低8個字：筋骨安穩，步步有力。